中國品牌海悅嘅戰車攞到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300組別年度總冠軍。當西班牙賀雷茲賽道嘅引擎聲一響，31部戰車好似離弦之箭咁蓄勢待發，空氣中充滿住速度同激情嘅灼熱氣息。佢要單獨面對由15部川崎、12部雅馬哈同3部 KTM 組成嘅重重包圍，最終憑住絕對實力殺出重圍，成功攞到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300組別年度總冠軍。對於唔係機車界嘅觀眾嚟講，好大機會冇聽過 WSBK， 佢嘅全名係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場賽事，佢係可以同 MotoGP 齊名嘅全球頂級摩托車賽事，喺業界擁有極高嘅關注度同含金量。WSBK 一直以最貼近量產車型、最考驗廠商硬實力而聞名。而其中嘅 SSP 300組別更加係圈內公認嘅殘酷戰場。呢個組別匯聚咗全球最頂尖嘅中小排量賽車技術，好似川崎、雅馬哈、KTM 呢啲老牌勁旅，已經有幾十年嘅技術積累同沉澱。前排喺西班牙賀雷茲賽道上 ，WSBK 嘅 SSP 300組別迎嚟咗年度中期嘅關鍵一戰。喺31部參賽車組成嘅鋼鐵洪流之中，中國海悅 350R 嘅紅色身影顯得特別孤單。佢係成個組別裏邊唯一一部中國品牌嘅戰車，要單獨面對15部川崎 Ninja 400、12部 Yamaha R3 同3部 KTM RC 390R 嘅聯合圍剿，個壓力可以想象。駕駛海悅戰車嘅車手名叫貝納特費爾南德斯，得17歲。比賽開始前，無論係專業旁述定係現場觀眾，都冇人睇好呢位年輕車手，更加冇人睇好首次挑戰頂級賽事嘅海悅。比賽前半段局勢都喺預料之中，各個車隊按部就班咁展開角逐。當比賽剩翻5個圈嘅時候，17歲嘅費爾南德斯揸住紅色海悅戰車，仲喺第3位。前面嘅雅馬哈同川崎車手正憑住車型成熟嘅穩定性，黐實超車路線，唔俾海悅任何機會。就喺呢個時候，比賽進入第12號彎道嘅關鍵瞬間，費爾南德斯敏銳咁捉到前車切線偏差嘅微小破綻，佢果斷切入，以近乎貼地嘅傾斜角度完成咗一次極限超越。當時車身同賽道護欄嘅距離唔夠半米，輪胎摩擦地面產生嘅青煙同看台上爆發嘅驚呼幾乎同時炸開。到咗最後一圈嘅直線加速路段，唔甘示弱嘅川崎車手發起猛烈反撲，兩部車身幾乎完全貼合，距離近到可以睇清楚對方車手頭盔嘅紋路。關鍵時刻，海悅 350R 憑住引擎後段嘅強勁爆發力穩住陣腳，最終以 0.127 秒嘅微弱優勢率先衝過終點線。當象徵勝利嘅方格旗好似火焰咁揚起，戰車引擎嘅咆哮同看台上嘅歡呼交織埋一齊，匯成一首超越語言嘅勝利交響樂。呢一刻，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 SSP 300組別迎嚟咗歷史性轉折。中國品牌海悅以孤車突圍嘅強勢姿態，打破咗歐美日品牌幾十年嘅壟斷格局，將呢個組別嘅年度總冠軍獎杯直接攬入咗中國機車嘅懷抱。衝線嗰一剎那，場邊嘅海悅團隊工程師們再都抑制唔住情緒，瞬間相擁而泣，將多年備戰嘅壓力、對勝利嘅渴望等等壓抑咗好耐嘅情緒，徹徹底底咁釋放晒出嚟。有人顫抖咁從背囊入邊攞出早已經準備好嘅5星紅旗，喺異國他鄉嘅賽道旁邊高舉起嚟，鮮紅嘅旗幟喺漫天歡呼聲中顯得分外耀眼奪目。呢一幕唔單止定格咗海悅團隊嘅狂喜，更加承載住中國機車人數10年嚟嘅期盼。
由早年中國機車工業技術落後受制於人嘅窘境，到而家堅持自主研發、咬實牙關突破嘅堅守，無數個喺實驗室通宵攻關嘅夜晚，無數次經歷試錯之後重新出發嘅堅持，都喺呢一刻化成咗滾燙嘅淚水同驕傲嘅吶喊。賽後唔少外國車手都主動行到海月戰車隔離，對呢部嚟自中國嘅戰車讚不絕口。有人甚至用最直白嘅口語感嘆地平線牛逼。冠軍嘅消息傳返國內嗰陣，成個機車圈瞬間沸騰。老車迷嘅感慨就更顯厚重，由當年只能靠進口零件組裝摩托車，到而家可以自主研發賽車，攞到世界冠軍。值得一提嘅係，創造呢場奇蹟嘅海月 350R 骨子裏邊藏住中國機車工業嘅倔強同底氣。佢嘅核心動力來源係完全自主研發嘅引擎，可以輸出 41.3 匹輪上馬力同 25.71 牛米扭矩。經過賽道化精細調校之後，動力輸出精準可控，每一次油門嘅開合都凝聚住工程師們上千次試錯同優化嘅心血。由符合空氣動力學嘅車架設計，到懸掛系統毫米級嘅阻尼精細調校，由迫力系統高溫下嘅熱衰減控制，到電子輔助系統毫秒級嘅邏輯優化，呢部戰車嘅每一項技術都冇依賴外來授權，全部都係海月工程師們喺實驗室測試場入邊一點點打磨出嚟嘅中國精度。正如賽事旁述員當時俾出嘅評價，呢部車嘅每一粒螺絲都寫住自主研發4個字。作為海月摩托嘅創辦人，張雪嘅經歷咧都堪稱傳奇。1987年，張雪喺湖南懷化一個四面環山嘅小村莊出世。因為家境貧寒，張雪初中14歲就開始做修車學徒。有一次喺電視上睇到達喀爾拉力賽嘅畫面嗰陣，車手們揸住摩托車喺沙漠中飛馳嘅身姿，瞬間點燃咗佢內心嘅火焰。一個關於賽車嘅夢想就喺呢個貧寒少年心中生根發芽。嗰啲嘢係你可以掂嘅咩？佢冇反駁，反而默默盯上咗修車。佢心諗，先摸熟部車，總可以離夢想近啲。16歲嗰年呢，張雪學袋住爺爺姥姥夾埋嘅500蚊人民幣去縣城修車鋪做學徒。老闆嫌佢年紀細唔肯收，佢就踎喺門口掃地遞工具，免費做咗3日先至被留低。修車鋪條件惡劣，夏天似龍，冬天就好似刺骨冰臼。張雪對手日日浸喺油污入邊，傷口不斷，但佢毫不在意。每日收工之後，其他人走晒，佢仲留喺鋪頭度，對住報廢摩托車拆完又裝，將零件資料記喺筆記本上邊，直到可以閉上眼都組裝到引擎。佢喺日記本寫低等賺夠5萬蚊就去學賽車。2006年，19歲嘅張雪已經喺縣城開咗自己間修車鋪，手藝好到周邊人甚至老師傅都嚟請教。佢儲咗啲錢，離5萬蚊嘅目標越嚟越近。但係新嘅難題又嚟啦，點樣先可以令車隊知道佢呢個人冇背景、冇人脈，佢就好似拎喺角落頭嘅一粒沙，冇人會留意到。湖南電視台嘅記者要嚟當地採訪，張雪覺得呢個係唯一嘅機會。佢打咗10幾個電話俾電視台，但係都係一係話會反映，一係就被收線。佢仲去記者可能出現嘅地方地氈式咁揾，都屢屢失敗。採訪最後一日，聽聞記者要離開縣城，張雪揸上自己組裝嘅爛舊摩托車，冒住雨追咗3個鐘頭，雨水刺骨，摩托車搖晃，佢心裏邊只有一個念頭，唔可以俾佢哋走。記者俾佢嘅執着打動，俾咗佢3分鐘採訪時間。張雪企喺鏡頭前邊，雖然隻手震緊，但係清晰咁講出：我叫張雪，係個修車工，我想做賽車手，
想俾中國嘅賽車跑到達克爾，就係咁短短幾秒嘅鏡頭。估唔到節目播出之後冇幾日，真係有一支車隊聯絡咗佢。於是張雪袋住6萬蚊積蓄，坐上咗追夢嘅火車。19歲嘅佢咧，開始參加全國越野摩托車錦標賽，日間刻苦訓練，夜晚研究賽車構造，學習修車技術。憑住勤奮好學嘅精神，21歲張雪就進入咗摩托企業工作，淨係用咗3年時間就由小支援升為工程師。喺積累咗豐富經驗之後，張雪心中萌生更大抱負，創立國產機車品牌。2017年，佢作為聯合創辦人，創立咗西藏珠峰海悦實業有限公司。創業初期困難重重，但係張雪冇退縮，佢親自參與每款車型嘅設計開發，帶領團隊攻堅克難。最終海悦品牌陸續推出多款重磅車型，喺市場上引起強烈反響。不過呢，就喺所有人都以為張雪會趁住勢頭多推出幾款車型賺更多錢嘅時候，佢卻提出自己研發引擎。當時國內摩托企業多數依賴進口或者技術授權，自主研發需要投資闖技術難關。當時合夥人、員工都反對，但係張雪依然堅持冇自己嘅引擎，遲早會被卡住條頸。佢提出一係自己淨身出戶去研發，一係公司借錢俾佢，失敗損失算佢嘅。合夥人望住佢堅定嘅眼神，知道佢又要認死理啦。最後佢哋同意咗借錢俾佢去試。跟住落嚟2年，張雪就焊死喺研發車間，冇專業團隊就挖工程師，冇先進設備就買就借。為咗提高零件精度，佢走勻10幾個城市，揾幾十間供應商，甚至同供應商傾足一整日，說服對方嘗試。喺張雪嘅不懈努力之下，終於喺2019年，中國第一台轉速達16000轉，性能媲美國際頂尖水平嘅摩托車引擎下線。2023年，張雪又帶領海悦車隊參加咗被譽為世界上最艱苦嘅達克爾拉力賽，令中國製造嘅賽車首次登上呢個國際頂級賽場。好啦，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小編嘅影片，仲請大家多多俾 like、轉發，等更多人一齊見證中國嘅進步。關注我嘅頻道，咁樣既可以重溫返以前嘅片，又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